为了要探讨台湾地方的人文故事，中央社出版的电子册《都市文化史》，利用以采访报道的方式，记录台语文书写、古迹保存，还有在地艺术工作者的生命故事。庙口搬到新科技，这翁仔是愈来愈神奇呀！张那顺用乐器唱出搬戏人的心声，时代咧改变，真侪传统戏曲拢咧做转型。不过改变的过程真困难。不离诺剧团创办人郭敬富分享，当初有真侪想法想要做创新，不过老一辈布袋戏人较保守，甚至反对，所以伊才有创团的想法。这些意见我们提供给老师们，有时候老师就因为3句话，而我自己后来创团。第一句、头一句就是你唔捌啦。第2句就是代志唔是你想的安尼啦。第3句就是这个代志真困难。同款是八宝地戏团的社歌手蒋中剧团团主也讲，因伫台中在地已经有60年的历史，平常时除了办仙戏以外，伊也会举一寡文化场向地方政府提案。嘛，官生笑讲，除了演布袋戏，也无啥物才调啊。后来结婚生小孩的，小孩是我老婆在带。我们不能讲被你骗了，那个生活白痴。我爸爸也是生活白痴。我爸爸上了台之后，他拿了麦克风，他就是神。下了台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会。这2位拢是中央社今年新出版的电子册《都市文化史》的主题人物。中央社逐档拢会甲报道过台语文书写、古迹保存和地方文化故事这报道内容，自制做电子册，透过人文角度的采访，希望透过一篇搁一篇的累积，为台湾的基文保存留落来记录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